其實好多人都唔清楚自己係基本稅率定係高稅率嘅納稅人，而資產增值稅嘅變動又好視乎你屬於邊一個稅率喎。快啲聽我解拆一下啦！要搞清楚自己嘅稅務身份，要睇你嘅收入有幾多啦。基本稅率係適用於年收入50270以下，呢部分嘅 CGT 咧係18%。如果你超出咗50270嘅話咧，就屬於高稅率 ，CGT 咧就變成24。要知道自己屬於邊個稅率，就可以幫到你自己咧制定一個更有效嘅策略啦。如果你預計今年會攞一筆可觀嘅花紅，可以考慮延遲出售股票資產，避免額外嘅收入進入咗高稅率嘅範疇，從而面對更高嘅 CGT 稅率。認識咗自己嘅稅務身份係非常之重要，可以容易變通咧 CGT 嘅計劃啦。